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9 AM 新闻，我是陈家豪。新闻一开始，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香港民众在今仔日看到中国解放军的军车进入到香港，另外缅甸在8月31日一位活动也和警方来驳回。为了要提升国内观光，经济部也有专案协助店家数位转型，但有2块的伤口会受到抵应。金门金城镇有215年的批林树，防严重破坏，林管处当咧想办法把树仔救活。头先，咱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的情形。香港反送中的运动到今已经是2个多月了。日前有风声讲，香港政府要用紧急法来处理抗争活动，结果在29半暝的时阵，有民众看到中国解放军的军车来到香港。中国媒体说讲这是例行性的调动。本地伫咧8月31，民电要阁发起了集会，香港警方说是来甲因驳回。也那学生联盟计划伫咧9月时阵要来罢课，教育局也明确表示讲反对学生罢课。29半暝啊，不少香港民众伫九龙、沙田等所在翕到中共解放军车出现伫街道的画面。脚步真整齐，解放军的成员陆续坐起的军车。中国官方媒体用事了后，以报道公布对翕的影片，记录解放军车甲人员对清泉出发去香港的过程。各宣传是例行性的香港驻军第22届轮换。伫香港反送中抗争继续咧发展的时阵，引起香港人议论，是否可能有更加强硬压制手段？民电按算伫8月31，人大831路查5周年的这天，要再度举行集会，佮打算要去中共中联办。再度中心5大訴求，結果29收到警方嘅反對通知書，係見唔到有啲乜嘢好明確嘅理由，當中係包括話咧8月18號民陣嘅集會完咗之後咧，係有未經批准嘅集結係發生咗咁樣，咁就係基於有好多呢一啲咁樣嘅情況咧，就覺得當日係可能會有一啲嘅即係暴力嘅事件會發生，所以就全面禁止民陣嘅遊行集會。民電表示會提出上訴，按國媒體採訪嘅召集人親祖家對接受訪問，下晡和朋友佇餐廳說好後面嘅10個人用棍仔攻擊，我哋朋友手骨閣被拍掉傷，目前還無人被逮捕。民間記者會29召開第8度記者會，伫811衝突當中，互報地段拍掉正裡目睭嘅少女，嘛強烈譴責香港政府和警隊。特首林鄭月娥對警隊嘅所謂包容，警務處處長對下屬嘅縱容放任，令香港警隊由一隊理應維護法紀、保障市民生命安全嘅紀律部隊，變成一隊以意圖謀殺、殘害以及虐打香港市民為己任嘅組織。小女呼籲港警停止傷害市民，佮要求政府回應民間的5大訴求，同款要求港府回應的，佮有中學生罷課聯盟，9月就要開學，聯盟按算9月初3發動罷課，佮表明已經有90間學校加入，希望政府伫9月13之前回應民間的訴求，若無排除會出現將校門踢起來的其他行動。我哋盡量唔去干預，但係我哋做嘅嘢係給予佢哋一啲嘅資源同埋支持。去令到佢哋自己校內嘅罷課進行得順利利。有機關是認為教協有責任呼籲學生莫罷課，佮引用教育局嘅講法，講目前無學校支持罷課。對8月底到9月反送中抗爭行動會一波刷一波，有民間團體是成員警察，嘛呼籲和第一線嘅警員執法嘅時陣，會當無需要出示辯護，以免造成員警嘅心理壓力。記者綜合報道。雖然日前真濟國家對着香港發出了旅遊警戒，不過屏東邦寮的鄉政顧問李明基10月迄天也去香港旅遊，落尾也去中國深圳，也對20號開始失去聯絡交代。邦寮鄉長陳阿林本地甲李明基要27的時陣去印尼參加活動，落尾卻聯絡袂到伊，也隨來通報咱陸委會來鬥找。
陆委会也向中国来发声，希望两方根据着司法互助协议，赶紧通报李明基的下落。香港反送中抗议继续摊烧，今麦也传出有台湾民众伫中国失联。便当帮了乡镇顾问李明基，这个月18号到香港，20号转往中国深圳了后，向乡失联。原本李明基17号要甲印尼甲帮了乡长陈亚玲会合出席会议，不过陈亚玲讲，为20号暗时了后就联络无人，连家属也无法度联络，发现大事大条，赶紧通报陆委会来找找。他只说他在电话，他有跟我讲说，他从香港到深圳的时候，然后有看到蛮多的那个军人在那个地方。公安局那边时候表示说，孟居是没有入境到深圳的这个讯息，请他们去跟香港警方查。所以我觉得这蛮奇怪的，那等于是被当人球在踢呢。亲友家属非常着急，并且控警小路一记大文也指出，李明基伫团上一张解放军伫香港集合相片了后失联。陆委会表示，已经透过刑警局甲海基会向中国查询，也未得到回应。不过到底是不是因为加入反送中事件地数被失踪？陆委会讲，先唔通过度解读。我们不会多加臆测，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要了解他的动向。他的下落，那么再进一步的是不是让他平安顺利回到台湾来？希望陆方能够落实协议执行，确实维护我国人在陆的权益，向我方通报。为找找李明基的下落，海基会也伫29号发公文予海协会，海基会会甲家属保持联络，提供必要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有风声讲，郭台铭会伫9月13中秋节迄天正式宣布参选。虽然讲郭电影讲目前是无时间表，也呼吁国民党爱好好思考党的利益。虽然党主席吴敦义也表态讲，只要连署参选，就算违反党的纪律。不过也是无放弃要整合郭台铭，挽回最后团结的希望。表战2020大选。郭台铭电影表态无排除甲亲民党合作了后，传出郭台铭当时2020总统选举已经决定，将伫9月13中秋节宣布参选，启动联署正式起义。那我要收到月饼才知道。郭台铭要代表亲民党出战的话，他可以拖到11月才表态，那你会在9月的时候才表态吗？9月17号是电弹的，这是最后的这个叫截止日吧，所以9月17号以前。反正就收集资料看看。过关王吉平等待最后决定，另外一边国民党也赶紧出招。28号中常会通过党员行为规范，只要脱党参选就开除或者是撤销党籍，明显是指向郭台铭、王金平两人。可能只要联署有违纪的动作，可能就会触犯这个党的规矩。那还有机会挽回吗？我不能告诉你说没有机会，可是我也不能告诉你说有把握。吴敦义表态，连署参选都已经违反纪律，暗国家己一直真拍拼要整合郭台铭，党已经尽心尽力，三人都无希望开除党员。大家都要尊重，这是党纪的处理遵循。面对现在党到步步逼近哦，会不会哪一天开除党是迟早的？这个就是要顺其自然，不是主控权在我们啦。那国民党要怎么做，我们真的也没有办法控制。那也希望说，国民党是不是针对这件事情，也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这样子做对整个中华民国的发展，对党的利益来讲，是不是最好的事情？国民党陈竹主席就等郭台铭、王金平对2020正式表态，是不是抢在国民党开刀进前家己退党？郭台铭幕僚表示，目前无这个讨论，也无考虑。记者综合报道。台大名誉教授何德芬在今仔日召开记者会，讲总统蔡英文无伫1984年摕到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是利用国家机器制作假学历。总统府也随来订正，也提出蔡英文的毕业证书等等的文件。总统蔡英文下晡也亲身来回应，针对着这款乱的指控，会来提告无应准着假消息赢也背。一个国家的元首拿着自己的博士论文假的在这里摇晃，
台大名誉教授谢德芬开记者会表示，根据大学教授林焕祥的调查报告，总统传闻无伫1984年提到破除合规，以合理怀疑这是利用国家机器伫造假，要求司法单位检察院介入调查。如果是属实的话，请撤销蔡总统的教授资格，追回30几年来他的薪资。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很心安理得的票投给他。谢德芬认为，蔡总统应该伫一礼拜内亲身出面回应，伊的三大职期也强调，为官案了后认清蔡文的真面目，即马完全是就事论事。针对指控，蔡总统也亲身辟谣，表示博士论文到伦敦政经学院图书馆网站已经找到，研究来看。证书纸本也拢有更新，学校甲教育部已经说明真侪摆，暗过也是一再被提起，会对无实在指控批评。我不知道为什么贺教授还是要这样子来质疑哦。那他也说过要司法检验，那我们就提告由司法来检验这件事情。相关的文凭跟官方的证明就在我手上，有官印。这样如果还不够证明的话，我不是很清楚什么叫能够证明。总统府也提出毕业证书甲相关文件澄清，表示无论是蔡总统的学术生涯，甚至几廿摆的参选公职，拢必须交相关证书，这拢已经查证，希望相关人士停止造谣证书。蔡文是强调，身为总统，接受人民的监督，暗过民主自由，无代表用温散布假消息，会采取法律行动保卫自身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确定要代表国民党来参选2020年的总统大选，也在今仔日也做了第2摆的国政直播，针对着少年家的困难，也提出一寡政策。不过，伫咧说明的时阵，韩国瑜伊是用着红拢飞走啊，入来是一大堆的假，比如着人才流失，引致着外籍劳工。虽然当场有红来讲唔对，也有来回释咧，所以因为这款言论引起真侪人认为讲有歧视意思。今天又到中昼12点半，并且开直播，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甲国民团做第2摆国政说明，锁定如何协助青年就业生活，提出3项政策。暗过讲到最后一项，用基金补助人才滚流台湾时，韩国瑜感慨台湾人才流失，讲红拢飞走啊，一摆一大堆假。佛教授这边讲，人才要是一直不停的流出去，只有劳动力进到台湾，这会形成一个问题。凤凰都飞走了，进来一大堆鸡，这也是个大问题。不要这样讲。我知道，我开玩笑。不可以歧视啦，劳动力也是人。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要修正一下。话一出，马上被国政顾问帮研纠正，免歧视义工。韩国瑜赶紧道歉，并且澄清，直播了后接受访问，各2摆说明。凤凰飞出去，外面海外凤凰不要走。鸡，然后不要让海外的这些凤凰来，然后鸡也一起来，就是海外的人才人力都要进台湾，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自己的人才在往外流，外面的人才不进台湾，这个对台湾竞争力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无法度讲清楚，韩国瑜是真紧张，表明伊烦恼各被误解，希望民众加看伊支持青年的政策。而且韩国瑜直播进前市政行程，就先甲网络红人赛车，强调未来要互少年人钱做家己，用政府自立身家基金担保，互少年人就业后向银行贷款，减轻多出社会生活负担。我们为什么给他一个10年的期间，不要还本金，只还利息？就是知道说现在学贷的问题，就是你觉得他开始做事当然要还钱，没有，不是的，开始做事最辛苦的10年才要来，这个时候你可以拿我们现在这个钱去还你的学贷。台湾有近4成大学生毕业都面临学贷压力，国文团认为这应解决学贷问题，不过政府担保借钱产生歹效，因讲是爱由政府吸收。国文团强调，根据目前的经验，风险只有5%。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都审会在今仔日继续来审议大巨蛋案，头摆针对着建筑物以外都市防灾避难审查婉雄所提出来的电脑模拟。不过，都审会要求人调疏散，甲6种情景一直着参数，婉雄是一直拢提不出来，而且讲这是电脑出问题，众人拢认为讲问题了了，要求市政府一定要严格审查，袂当凊彩就要通过。将来大巨蛋不能用，4栋商场可以用，正式商转做生意，百货公司成立起来，
那就是我们台北市的笑话了。台北市政府早起举办大巨蛋的都心会，同款是差甲要变过，因为台北市长郭文哲6月时阵，无说是公说若是大巨蛋的容流人数会当以6万人为规模，就会当就煞。这个看要安怎改，早起都心会第一届针对人流疏散避难。新查院向提出来电脑模拟，毋过院向以电脑糟甲小度做理由，针对都心会要求人流疏散的6种状况甲参数，敢若提供其中4种的模拟结果。大家在网络上现在看到，我的影片为什么有的怪怪的，有些不能跑？实际上是因为在参数里面，真正跑成的时候，它参数会互相的互斥啊，有影响，所以会跑不下去，不是我们动手脚。参数的调整而造成电脑跑不动的状况，这个我想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们给他的条件其实都是冲突的啦。阮向强调讲，因为委员互因的参数条件是不合理，才会发生小度的状况，而且佮解说这是做研究利用的，唔通去计较迄寡参数啊，佮有状况。因的讲法，互参加的市议员真不满，而且包括前督发局长林周明嘛伫当面找志奇，阮向的模拟报告内底有真侪问题，要求政府唔通放水，嘛去互督发局出面来驳回。那我们委员都是专业的，那委员你看到5次还没有过，现在是第6次，怎么是一个放水的一个委员会呢？警务强调讲，已经邀请建筑师柯中熙来担任主审委员，所以唔是看无这个电脑模拟，审查是有专业性的。毋过市议员质疑这个模拟软体功能，还有伊的参考性。环保团体嘛要求，市政府唔通简单的放伊过，牺牲公共安全。都心会落尾决议，台北市政府会先向软体厂商来查清楚小度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成立到今已经满1个月啊，外界拢伫咧看讲，敢会重新启动普马兵车意外调查。运安会也表示讲，目前当咧甲铁路局以及着宜兰地检署进行相关物证的清点甲交接，也会重新来评估。安算伫咧9月初2时阵，佫会重新开会来讨论。运安会成立就得要1个月，这段时间已经接到14件水路案件、6件公路案件，而且互大家上关心的是普悠玛事故调查。运安会表示，已经进行过2届委员会议报告，一届铁道工作小组委员会议，目前当地甲铁道局还有宜兰地检署进行相关物证的盘点交接，预计9月初2会搁第2届开会来讨论。我们会从人为的因素呢，还有系统机电设备。包括车上的，还有在这个铁道的相关的周边的设施，还包括像行控中心，这所有的机电的通讯的控制的设备，全部都会纳入我们的这个盘点检视。运安会表示，重新检查行政院的调查报告了后，总共列出新的6大评估，包括主要空普雷萨散热的效能，还有车道甲动力相对的关系说明。空普雷萨供气的效率甲列车处的控制感是有相对的关系。列车发生动力有当时有当时无的故障维修管理是安怎？敢是有偏保的机制？事故发生时阵轨道相关的数据，还有废弃的列车控制甲管理系统的记忆卡，敢是有法度恢复？列车自动保护系统 ATP 的功能检视，拢是未来要查清楚的问题。倾斜角度，从我们的机械的这个原理来讲很重要。既然在原来的调查报告没有被放进去，这个就叫新的面向。运安会表示，因为普悠玛列车头尾2边的车厢，拢有一组列车控制甲管理系统的记忆卡。事故发生的时阵，第一台车厢去互弄歹去，记忆卡嘛对咧害去，所以敢会当甲害去记忆卡恢复好。嘛是敢有法度重新启动调查的上重要的所在。未来若是重新调查，会采用更较严格的科学来证明，尽量互调查的时间变较短咧。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中国游客未当来，影响到国内观光市场。为着要拼观光，行政院在今仔日通过经济部类似型加商家进行辅导方案，协助店家来做数位转型，也会补助到全台大约200个商户，也会甲行动支付业者来合作，希望会当创造87亿个商机。摕出手机扫 QR code， 数日经验就完成付钱。7万人出门免找钱包啊，只要用手机就用买物件。这几年行动支付成为方便的消费方式，尤其是全台上早提供数位行动支付的台北永和夜市是特别普遍。它可以让我的用我信用卡去扣，可以得到信用卡点数啊，都不用拿出钱出来啊，我们也不用找钱收钱这种，他只要拿出手机就可以了。
因为中国游客观光消费减少，为了刺激类似市场，行政院决议协助类似型店头推广行动支付的方案，推动三大重点中，行动支付方面，消费者每人每个月上悬回馈1000块，所谓服务商协助店头提供线上点餐等改善服务流程，按算每年补助1万件，每件3万块，实施3年，并且补助全台差不多200个商款，每一个所在补助30万办理行销创意活动。店家可以选用点餐后位的一个服务，它可以来节省顾客现场等候的时间，或是选择结账支付的一个服务，来简化店家的一个收银及结账的一个作业。寄出了这样对消费者的优惠，每个月有1000块的那个回馈金，然后店家又可以申请3万块的系统费用，那对我来讲这是创造多赢，然后我们宁夏夜市很乐意看到政府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行政按算整体补助费用将近15亿，希望用创造87亿商机，也强调透过提升店头的数位行动支付，改善传统店头的经营体制，吸引消费者。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国民党伫咧追查高雄启邦的善心专款备案，在今仔日韩国瑜竞选总部也公布着当初时捐款作业要点处案。本地内面是规定着行政费用，甲来会当占1/1000而已。不过，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当初时伫市政团队通过了帝王条款，只要委员会通过，就会当摕去用。面对着这款的情形，陈菊也伫面册来反驳，所有的善款拢是经过内政部甲卫福部查核过。甲当年高雄起步的公布甲会议记录提出来，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竞选总部公布追查高雄起步善款运用的新发现，指控总统府秘书长陈菊迄当阵的支付团队，甲原本一部会当达到善款总额1/1000的行政费用，改做善款委员会通过，拢会当来付。就我们手上的资料可以看到的，光是人事费用，不包括行政费用跟所有的活动费用，已经高达1170万了。用起步善款45亿外来算，行政费用原本干乃会当450万。韩国瑜总部甲这个修订条款号做帝王条款，迄当阵干乃用17分钟的会议就来决定，而且陈菊甲其他主要的幕僚拢无伫现场，公文论会是由秘书长代替来决定。陈菊市长9点开会，你9点2分离开，你去哪里了？今天8月12号要讨论的就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这个陈菊团队知影这条款问题，调工先离开。不过民进党籍高雄市议员嘛出面替陈菊来背会。迄当阵陈菊的先离开是背迄阵的行政议员江基焕来勘查救灾。如果你要用转移焦点其他的事件的话，大概可能大家就是批判而已。但现在他是把高雄人曾经的伤痛拿来当做政治攻防转移焦点的工具，应该回归到正常的讨论，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造谣跟抹黑。陈菊嘛伫人面册反击，表示所有善款拢依法来申报，而且经过内政部、卫福部来查核，愿意接受外界所有检验。不过绝对袂当接受有人一直甲高雄人的空喙当作是选举的提款机。不离个除了帝王条款的疑点，韩国瑜总部嘛指控，起步55案的经费有23案，执行率达到100%，连咱山的字拢开甲拄啊好，质疑性质行政核定，希望陈菊甲迄当阵的团队会当出面来讲互清楚。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南的新营、柳营、东山甲后壁，因为饲猪、饲牛找一寡精神啊，才会臭味，引起着空气污染问题。有民意代表就提出建议讲，希望台南市环保局做一个空气品质的监测以外，也针对造成空气污染的业者进行追踪甲管理。台南市环保局人员来贴目球宣导，主要是要求业者爱做好自我管理，因为新营这附近贴目业发达，嘛产生空污问题，甚至有民众家己买空气监测器，佮成立空污自救会，在地民调要求要整合管统甲民间3种监测器。和所达更加接近空污现况。台南市政府他们认定的只有大型空气品质侦测站以及微型侦测器2种方式，可是覆盖的量呢，其实它是没有非常的密集，甚至它着重于在西南地区非常的多，把它整合进到同一个资料库里面，我们可以来思考说，接下来的空气品质应该如何因应。对这件代志，台南市环保局指出，民间使用的空气阿巴数据品质较无稳定，未来嘛针对民众提供的数据去查，透过公司合作。
和台南的空气品质变更较好。空气质主要都放在校园，那我们可以了解到底对校园而言，我要不要做驱散的一个功能？那环保局未来会努力想办法把空气质跟微感气的部分，怎么样让它不要造成民众恐慌，又能够达到实际上的数据监测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台南市环保局表示，台南现主是有5位空气品质观测站，甲100个微型空气品质侦测器，未来微型的侦测器会增加到800个左右。台南20个工业区拢有扩大改善台南的空污问题。另外，对去年11月到今年7月为止，总共查到16道跳舞场违规案件，罚170万。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金门金城镇有2丛美人树，竟然有人用刀仔甲伊扑，而且甲伊的树皮是留一块落来。目前林务所当咧甲这2丛树仔抢救，也因为这2丛树仔拢超过15年啊，逐年拢会开到紫色的花蕊。当地居民除了唔甘以外，也希望早日找到凶手。这2丛悬超过2层楼的美人树，互人用刀锉剥皮剥掉一大链。金门金城镇富康1村的这2丛树啊，树龄超过15冬，即马煞渐渐徛唔去啊。在地民众看到这种情形，非常的痛心。镇长会同林务所所长到现场会勘，目前正在紧急抢救，希望会当保掉这2丛树啊。昨天呢，有民众反映说这边的路树遭到破坏，然后得知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那请警察分局要协调。注意这边有没有监视器，看能不能找到那个破坏路树的民众。林务所研判，这个不是这1、2天的事情，应该至少1个礼拜左右。除了警方调监视器找凶手，林务局也用3步来抢救，消毒空嘴表面感染、修身之后减少水分的流失，改善4颗里的环境，补充肥料。它还没有全死，但是有一部分的叶片已经萎凋了。就是表示它树干受到严重的破坏，它运送水分已经发生障碍了。那目前的话，我们是全力来抢救这一棵树。这2丛美人树，逐年拢会开花，在地民众对因有真深的感情。网友嘛感觉太有人会做出这款的代志，希望警方早日找到凶手。镇长嘛提醒讲，未使伫迫害公有的林木，也若无可能会犯到公诉罪。记者综合报道。一个苗栗在今年就发生17件石虎，也就是山鸟麻或者盗窃案件。不过，伫咧5月底时阵，公路当局甲中兴大学研究团队因做伙来合作，伫咧第3线起一个防止防盗窃预警系统。8月初翕到有一只石虎，因为声甲光影的刺激，停止纵过车路，认为讲这款是真有效果。不过，也有学者来认为讲，应该配合着地形甲生物行的傍空，才会当发挥上好的效果。自动翕相机翕到这只石虎，自本要转过苗栗第3线，煞伫草仔埔停落来，闪过一间有可能搁再发生的石虎落雪事件，靠的就是这套系统。感应到动物挖近，系统会发出强光含声光波，会当互对声音较敏感的石虎注意，延慢转过车路。另外，对果子麻含草叶麻嘛有效果。这套落雪预警系统今年5月伫第3线装设，结合 AI 即时辨识含动物声光波这2大设备，只要附近的生态廊道出现动物，就会启动。没有上到路面来，然后它往回走之后，它就是远离我们摄影机的范围，沿着兽径走回去了。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式来判断说，它应该就是走回去，然后没有在那个时间点通过马路。检视附近的自动翕相机，无翕到石虎继续行的踪迹。研究团队推测，应该是对反方向离开。推论预警系统有一定的成效。目前是以第3线做示范道路，建伫头一个示范点。未来是毋是当普遍到其他路段？学者建议要配合地形甲地貌，搭配导引棒甲暗光顶路径，才会当建构安全廊道。导引到它死火下都可以到可以安全穿越道路的，比如说刚刚讲的地下的排水箱涵。然后它可以安全穿越，而不只是把它挡住不过马路。防护网跟那个动物通道的部分，就是这2样东西没办法处理的话，才会进而用督察预警系统。公路总局表示，目前避免石虎出车祸，主要是针对热区建立防护网甲生物廊道，隔绝石虎直接转过车路的可能。若是无都施作防护网的道路，则搁规划预警系统，避免石虎甲车辆的冲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伙来看互真。最近，唔那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国防部也证实，在今仔日，限地看到美国空军的特殊任务机飞伫台海中线顶头。不过，最近中国解放军当日进行演练，也拒绝美国军舰排放青岛，敢是中美贸易战烧甲军事起啊！在今仔日，中国也宣布讲，伫咧10月初1的时阵，要扩大举行70周年的大阅兵，方认定是向美国甲香港情势来表态。会当伫相片看到飞弹飞过模样，中科院伫东部海峡的飞弹试大用记录落来，至到有美国空军 MC-13J 特殊任务机沿台海中线来飞。国防部强调，讲规个过程拢有掌握，无任何的状况。最近台湾的海空真热热，美军军舰通过台海，嘛和美中的关系真紧张。之前中国要拒绝美国2只军舰去香港，而且美国的官嘛证实，中国确实嘛拒绝美国的驱逐舰去青岛。针对香港的情势，美国嘛表达关心。But we are concerned with a number of issues right now, and we've spoken a lot abou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breaking his pledge to not militarize the South China Sea. So that remains a concern. We're certainly have an eye on situation in Hong Kong, a number of things we're watching closely. 美中目前的关系是真敏感，中国最近唔但一直军演，而且佮拄着建政70周年，10月初1要伫天安门广场举办庆祝大会，扩大阅兵游行，敢是佮美国也是香港的情势有关系，嘛引起大家讨论。这次阅兵是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针对任何国家和地区，不针对任何特定事态。在这70周年的时候，习近平的讲话。这个讲话中间一定会牵涉到台湾这个特殊的讲话跟阅兵，我们要非常严肃的心情来看待。唔解正分析，中国大阅兵是要表现各位的表态，所落来要讲的话会表现出对香港也是台湾的态度。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里，嘛导数指出中国影响香港的举动，会让美国伫亚太地区的盟友有危险。若是凊彩中国镇压香港，后一个目标真有可能就是台湾。外交部是针对海里支持台湾的言论表示感谢，强调讲台湾会继续甲美国这寡理念相近的国家来促进区域稳定和平。记者综合报道。澳洲政府伫礼拜宣布成立一个单位，负责防止外国干涉大学的专案小组，讲要加强捍卫国家的言论自由，防止外国政府入侵学术界。真明显，伊是要防止中国势力入侵校园。无偌久之前，澳洲真济所在拢大学生成员香港反送中活动，被亲中学生或者是抗议人士闹场，显示中国势力侵入校园，影响力增加。澳洲政府决定提悬防卫层级，成立特别行动小组，防止外国势力侵入学术界。Universities are an attractive target given their research across a range of fields and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is research generates. Additionally, state-sponsored cyber adversaries may use university networks as infrastructure due to their reliability and high and varied traffic, thus allowing adversaries to hide in the noise. 澳洲教育部长特汉表示，这防止外国干预大学专案小组，会由大学国家安全机构加教育部代表组成，内容是加强网络资讯安全，保护学术研究加知识财产权，确保外国机构合作透明化、文化加传播工作。这几年来，中国人大量移民澳洲，中国学生早已经成为国际学生当中数量上大的族群。虽然为澳洲经济带来大量资金，却同时带来红色势力甚至社会各层面的效果。中国透过控制学院等机构，关钱加强影响力，兼控制经济基地方向。6月，怀疑发生了中国主使骇客入侵各地大学网络系统这行为，让澳洲人愈来愈烦恼，校园发红，保不了学术自主加言论自由。术士子虚乌有，别有用心，将教育合作政治化，人为的设置障碍，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澳洲政府去年通过2项反外国干预法，禁止国外政治现金，各要求外国代理人甲机构必须向政府登记，避免外国势力侵入政坛。虽然无指名道姓，明显是指向中国已经和两国关系陷入紧张。记者综合报道。
南韩最高法院第29下晡宣布，前总统朴槿惠的姊妹判干政案，讲到这个案件审判定时有问题，专案会发回高等法院重新来审理。地书讲乌西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真有可能会讲互抓倒去关。南韩前总统朴槿惠，还有三星集团副会长李在镕涉嫌大规模贪污，还有干涉政治案件，南韩最高法院29推翻2审的判决，退回去审理高等法院庭审。원심 판결 중 유무죄 부분을 포함하여 유죄 부분을 파기하고 이 부분 사건을 서울 고등법원에 환송한다. 나머지 상고를 기각한다. 2016南韩电视台 JTBC 八消息讲，迄当前总统朴槿惠说好无任何关一个好朋友崔顺实，替伊来看200多份证会文件，而且佫互伊到修改演讲稿，才会来引起这件风波。 국민 여러분께 심려를 끼치고 놀라고 마음 아프게 해드린 점에 대해 송구스럽게 생각합니다. 국민 여러분께 깊이 사과드립니다. 2017年3月份，朴槿惠去用单行路台，过无偌久就去用抓起来，以真侪项罪名来起诉，包括收受乌西，还有滥用职权等等。3000副会长李在镕嘛，甲这个案件有关系，涉嫌乌西去用起诉关起来。2018年8月份，2审判决朴槿惠判刑25年，崔顺实20年，李在镕说对1审的5年减到2年6个月，缓刑4年。当着去用释放，原来三星集团送予崔顺实的查某囝3只马，价值是34亿的韩国钱。2审认为这不是乌西，变作李在镕减刑上重要的关键。 1년 동안 저를 돌아볼 수 있는 정말 소중한 시간이 되었습니다. 앞으로 더 세심하게 살피고 열심히 하겠습니다. 啊，不过最高法院却认定李在镕送予崔顺实因查某囝3只马，嘛是有同款的价值关系符合乌西的定义。另外，最高法院嘛认定朴槿惠的审判过程有定数有问题，所以才会决定发登去庭审。这个最高法院庭审的判决，嘛互朴槿惠甲李在镕的命运唔知影会安怎。啊，不过外界分析，李在镕登去加入的可能性增加。三星电子的估计嘛对的啦。记者综合报道。 日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提出讲，核市场要来重新启动的议题，引起正人的讨论。不过，在去年7月时阵，台电就将这发电的原料分做3批运去美国封存啊。不过，也有平面媒体讲到，第4批带有240簇的燃料棒，伫咧今日透早车离开核市场，也因为受到国际核主保护协定。 台电甲关联会是袂当去讲啥，敢若强调伫咧明年底以前会将核市场所有的燃料棒刷往美国。 去年7月份，核数的第1批原料棒伫警方的保护之下，偷偷运去基隆港，准备要送登去美国元首基宜公司来做异地保存。规个运送的过程无特别公开。到透早，阁有平面媒体发现，核数的第4批原料棒伫真侪台货柜车的运送之下，被运去基隆港的西码头，准备送去美国。啊，毋过因为国际核主运送保护协定，台电甲原联会强调讲，所有的运送过程拢是机密，无方便对外公开。 对，因为依照国际核子物料的法案规定，这个运送路线日期跟都要采机密方式办理，所以我们原能会不方便对外公开的。 啊，不过原联会强调讲，依照立法院的决议，台电会伫明年底之前，甲核数厂所有的原料棒1744支全部运去美国。台电规划用3年8批的方法来运出去。第1批已经伫去年7月份送出去，超160支；去年9月份运出超240支。另外，今年6月份240支。啊，不过有台电内部人员讲，这批原料棒运出去的数量无够240支。啊，不过台电无愿意证实，所以目前核数的1号机敢有法度重新启动的变化佫真济。 分3年来外运完成，那整个1744束的核燃料，我们预定会在明年底前全数外运完成。可是我只有一句话啦，不值得再做了。纯粹从工程跟安全角度上来讲，已经不值得了，不如来建核武，也进步很多，安全性也很高，施工也很快。 将核数安全监督委员林宗尧强调讲，核数厂无论对工程核安的角度来看，拢无值得重新启动。啊，不过部分能源学者表示，搁要观察未来用电量的需求，再搁来评估。反核团体表示，核安必须要优先考虑。另外，伫核废料最后处理场的所在，还未定案进前，核电厂拢无应该重新启动。记者综合报道。
有人讲查甫人大兴有福气，查某人大兴是有害儿，敢真正是安尼咧？伫咧93军日节进前，国军有出一支影片，伫咧影片内底每一个人身材拢真臃肿，也讲到做兵是当着时。不过有风声讲，陆军的 BMI 值是无达到标准，也就是伤过大块。陆军司令也要求部队要用到健康的方式协助官兵来减肥。专家也讲到，若准伤大块，到时阵若要烧战，会无法度战。我是军人，不怕苦，不怕难。在影片内，咱能看到国军训练真实在展现保家卫国的决心。93军人的进前，国防部推出形象影片，内底军人体态精实。不过，今麦传出陆军官兵有 BMI 达无到标准过重困扰，陆军司令发出抢救立纪人健康检查计划。针对 BMI 超过标准的人员来办理减重训练，确实维持国军的战力。为8月开始，陆军每一个连级单位拢是一个减重团队，希望官兵唔通成为3个月高危险群，影响战力。陈宝仪各做示范，以前体重破100，即马体态精实，注重运动员战术政策，而且若 BMI 达过悬，体测无及格，专家认为应该要有态度机制，对合格官兵才公平，若无伤大块也影响战力。如果持续没有达到标准的时候呢，那陆军总部要不要把他们，比如说刷退啦，或是优退等等的，这些都是必须考虑的。你如果体重过高，相对来讲心脏的压力会变得很大。那执行勤务的时候，有时候难免会出意外。士兵新过重，国外军队也有，不过林浩峰认为，即马国军力推步兵，若大量态度，一定影响兵员。不过肯定陆军的做法，专家强调，好的身体是军人必备条件。国军除了硬体提升，也要强化人员软实力，才能确保战力。记者综合报道。在咧国外，唯一办理侨生大学先修教育的大师大，最近5年招生数量是减去6成。校方是认为讲，其他大学也独立招生上过激烈，会使透过中联，或者是海外招生，邀其他的侨生会选择到中国来发展。地数学生人数一年是比一年更较少。侨生冠青区住入去宿舍，专门辅导侨生完成大学先修教育。毕业了后，才分发去台湾的公私立大学读册的大师大侨生先修部。休假期间陆续有新生报道，或者是优先派带新生适应环境。我是来自马来西亚，是因为来这里的话会分发到更好的大学，所以我选择来到这里。这是学校的人数和过去比起来差真济，亲像103学年度，有1248个人；107学年度，敢若剩497个人，5档就减6成左右，校舍无什么人。这2-3年可能就是每年大概减少100多位，因为各个大学的单招选择多了，那当然也造成那个侨社的环境说。他的那个招生管道太多，产生混乱。学校认为，其他大学单独招生抢学生真激烈，甚至讲有会透过中人伫海外招生。但是大师大侨生先修部主要的学生来源是透过海外联招会正规的管道分发入来的。为怎样学生管理减少？海外联招会以早年香港、澳门学生上介济香港来讲，过去香港的中学生会读5档，若是要来台湾读大学，爱去侨生部国家读1档，才会当上大学。但是2011年已经改做6档，都无这个必要。以前香港学生因为少那1年，他会跑去侨先部。那现在因为学制已经改变了，所以他们就会直接想要升大学。侨生部早期是为着侨胞教育政策来服务，已经有60多档的历史。但是对时代演变，重要性嘛无同。教育部表示，会建议开放，让侨生部加一寡弹性，未来会当单独招生。侨生部是打算将目标锁定伫咧越南等西南向国家的招生，佮继续搬引侨教先修的功能。记者综合报道。人讲义是随身宝，财是国家丁。伫咧浙江高中图书馆，经过改造了后，就变做亲像 Harry Potter 的图书馆同款，有多功能的设计，而且有复合式的学习区域，绝对不是一般的图书馆。而且浙江高中的图书馆也得到教育部所举办的全国上水社区强拓展竞赛第1名。图书馆第一站世界之窗，四周围大片的窗仔门设计，让人看出去空间更较开阔。第2站就敢亲像电影《哈利波特》霍格华兹学校内底图书馆同款，挑选开放式的册柜啊，让整座图书馆成为学生下课休困时间上爱来的所在。
跟以往比起来，它更有读书的氛围，还有灯光明亮，然后书的摆设也会让我们很喜欢来这个地方借书、看书。电影那个《哈利波特》里面的图书馆一样，对，就是改装之后设计很像，然后也空间就变得更大了的感觉，对，然后也让我更喜欢在里面读书。校长表示，图书馆使用了后，不但学生更较爱来，另外学校也开放附近社区民众做伙来共享学校图书资源。这个图书馆还没有成立之前，我们可能必须要到文化中心，是比较远的距离。那这个图书馆现在刚好就在家的附近，所以是走路就可以到达的。那家的图书馆就有很多复合式的功能，那这些功能每一个角落的设计都不太一样。那我们就希望孩子可以随心所欲找到他喜欢的角落，然后可以很安心自在的在这个角落的每一个空间里面阅读啊，跟同学讨论功课啊。新北市日前得到行政院前瞻基础建设计划补助，投入去2095万，改善甲新设立6间国中校图书馆，德光公塔站投入去280万，打造甲霍德华兹同款的图书馆，希望提供学生甲民众共享学校图书资源。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学生囡仔上爱耍电动，若是结合学台语、有台湾文化普地戏，有啥物款的新出路呢？公司台语台自9月初2开始，每礼拜拜一、拜二，拢推出全新的儿童节目《台语百面通》，招囡仔来耍电动游戏，佮用 rap 来学台语。坐伫咧电竞比赛台，比赛开始。今仔日比的是台语文题目，这个团队的实力有影真坚强，无到30秒的时间就破关，表现出霹雳布袋戏的小生宋焕真，也有武军罗敖。像我这个会就这么紧张，佮这么兴奋的变讲囡仔，囡仔又佮较欢喜，所以这个方式绝对是上好的。这是公司台语台新杀出来的台语儿童电视节目，号做台语百面通，结合电竞游戏加霹雳布袋戏，要用趣味的方式，让囡仔学习生活中的台语。霹雳布袋戏团也佮有台教授叶秉成，是这个节目的幕后大神。布袋戏对少年人来讲是足恐怖的，所以阮就为迄个造型开始。甲伊较鼓吹咧用动物啊、甩鸭啊、神兽啊这种方式来表达布袋戏这个文化。希望囡仔这样爱生气，咱是不是那个学习、甲教育、甲这游戏那个结合起来的时候，咱当用这个方法，让台湾囡仔对学台语较有兴趣，而且更加认真来做这个代志，我是感觉是真有意义。活泼的布袋戏翁仔，唔但受到真侪人的喜爱，结合电竞游戏、台语百面通节目，一定会请更较侪囡仔兄、囡仔姐做伙来拍电动，感受台语文的水。记者洪敏珍、尤怡珍台北报道。即马电脑唔但会当运图道以外，AI 人工智慧也会当运用的所在是愈来愈宽。即马也发展伫健保顶头，健保署利用人工智慧针对电脑断层的结果，会当自动来判断，会当协助医师来判断疾病。未来也希望讲会当发展伫智慧审查工具，避免健保互乌白用的情形来发生。医师人员在电脑头前替病患进行电脑断层扫描的作业，检查结束了，会当去配合健保的13亿张影像数据，来提高影像判断的准确度。这是健保署今年6月份公告的试办计划。未来透过 AI 的科技发展，会当帮助医师判断病情，嘛会当用伫咧健保审查，避免过度使用的状况来发生。AI 只是就是我们通常像现在健保署的一个情况，就是 Big Data 大数据去分析我们怎么样一个管理的方向。那当然就是完了以后呢，像这些相关的资讯的话，我们就用 AI 的那个去学习哈，那这个是提供给医师做一个判断用了哈。健保连续3年亏损，预计今年亏损会到400亿。但是照目前的财务状况，明年的亏损会到700亿。进一步对大数据当中来做分析，伫107年各项检验检查费用内底，开上侪健保费的就是电脑断层，总共111亿点。过来是超音波82亿点。第3名是资金造影有67亿点，而且当中超有23000件拢算是初级的照护，像讲头痛、表层受伤，还是头晕目，还是前3名。所以健保使用头部断层扫描检查报告，训练机器学习专家主文，还有独立判断的结果。虽然无正常的结果差不多是4成，啊，毋过嘛表示有6成的民众是经过检查了，才发现讲家己得到什么病。AI 对于整个诊断跟侦测的流程是可以
提升很多。但是对于后续的一些判断呢，我觉得还是要配合一些临床重要的资讯整合在一起。教务署强调讲，因为是人工智慧，所以伫检验判断面顶嘛是有可能会出现错误，而且面对第一线的病人也是医师，而且靠医师真侪年的经验去做进一步的判断，短期以来应该是未完全取代医师的状况来出现。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中国旅客未当来台湾佚佗，政府也真积极伫咧找观光客，邀请因来台湾，也去到罗西亚邀请海参崴旅游业者来台湾参观，带因食好料看台湾风景。观光局有信心讲，在今年人数会起到2万8，大约是2万人。俄罗斯海参崴的旅行业者来台湾食台湾美食、啉粉圆奶茶，为着要扩展俄罗斯来台湾的观光市场，观光局邀请海参崴旅游业者来台湾8天7夜大线行程。Остров Хайнань. То есть там заведены также прямые рейсы, как бы все. Именно из зимы в лето максималь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людей, поток идет туда. На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увидев Тайвань. 俄罗斯寒天真寒，9月到隔顿年3月是旅游旺季。观光局指出，台湾伫亚热带气候，对俄罗斯人来讲，台湾烧热的海岸线是上大的特色。对台湾伫1月热带季节，火龙果石刻嘛是俄罗斯人上喜意的。今年5月有2间各国航空开放包机直航，3点半钟就当来台湾。观光局先前讲爱解决航线问题，嘛含香港积极制接3个航线转机服务。3月嘛伫无思考设观光旅游处。俄罗斯旅客其实非常喜欢待在海滩一整天，什么事都不做，像是透过仁川、透过成田或透过香港，特别是我们跟香港旅游发展局在海参崴，我们未来将会有个推广活动。另外，外交部去年已经试办俄罗斯旅客来台湾14天免签证，今年佫宣布延续免签1天，佫放零到21天，所以去年俄罗斯来台湾人数破万人，今年到7月为止就超过9000人，希望年底会当达到2万人。不过，俄国的人客和其他国家的人比起来嘛是偏低。观光学者黄进聪指出，俄罗斯旅客较介意长期度假，乐观有高长期停留带来的消费力。一般的旅客平均是4万的话，俄罗斯客人可能可以估到6万左右啦。餐食对这种就是东欧跟北欧人来讲，他们吃的没有这么惯。如果真的有必要说团体在建制的话，其实就是团体的这种餐厅要把它多做一些。观光局对拓展俄罗斯旅客来台湾真有信心，不过旅游业者嘛提醒讲，台湾只会较有符合东欧人的习惯。饭店业者也是便利商店的食食，行程规划拢爱提供客制化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你敢知影，伫太空当中，其实也有一粒号做台湾的小行星。台北市天文馆表示讲，台湾小行星伊是伫火星甲木星之间，也在今仔日暗时11点的时阵会上界近wat台湾。不过天文馆也讲，民众若是无特殊设备，可能是看袂到。这一颗就是我们没有拍错，这颗就是台湾小行星在这里。地球顶有台湾，想袂到外太空嘛，拄好有一条号做台湾的小行星。台北天文馆23暗透过澳洲的赛丁泉天文台，头一摆抓到伊的踪迹，嘛透过美国的条件继续进行观测。因为名实在是太特别，嘛互人发现伊号名背后的故事。这颗小行星啊，它是在1964年的时候就发现，然后测量它的轨道。这些观测的人哈，他是去命名的，好，然后他就是必须听过那个国际天文联合会的它的命名委员会的这一个同意之后呢，它就可以当做这个小行星的名字。台湾小行星离台湾有偌远？研究员讲，伊伫火星甲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当中，直径差不多19公里，等于是台北市的面积大小，是一粒含碳比例较悬的4型小行星，每1-2冬会离地球上近。这个和地球汇合的时间差不多伫29暗11点左右，离台湾差不多2亿7千万公里。不过是毋是会当用目睭就看到？研究员讲无遐简单。它的亮度大概是16星等，也就是估计起来大概就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最暗的星星呢，还要暗上大概是1万倍。所以以一般的肉眼当然是看不到，甚至以一般的比如说小型的天文望远镜拍摄的方式呢，可能都会拍摄不到。除了台湾小行星，互人感觉真稀奇，其实佫有台北家己中立等等采用台湾原市地名的小行星。研究员表示，太空中有超过100万粒的小行星，只要名称经过国际天文联合会核准，就当使用。也就是讲，未来打头一看，有机会观测到更加侪粒用台湾原市也是人物号名的小行星。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敢会翕骨啊？气象预报咱做伙来看。
北部地区于25度到33度。中部地区为26度到32度，南部地区为25度到32度，东部地区为26度到32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为26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克罗埃西亚看人家跳舞组一队比赛。也感谢今日您的收看，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